喂，大家平安，新年恭喜！透早看到大家笑眯眯来到教会吼，要三角来敬拜俄勒上帝，真是欢喜啊吼！啊，咱即马来准备心来开始咱今仔日礼拜，咱请柯牧师来为咱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献上感谢，互阮伫透早，阮就享受到你所赏赐的太阳所发出来这个温暖的光。透过太阳的光，阮感受到上帝伫疼阮每一个人。愿主你今仔日将你的话语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透过你的话语，互阮的心得到帮助，互阮的灵得到欢喜快乐。我愿你看顾，也未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无论伊伫倒落，主你游玩甲因三角地底，看顾因，保守因。互因要来教会路途顶面，都有主你赏赐的平安，甲因伫底。阮将阮今仔日的礼拜自头到尾，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看顾，亲身启示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得到满满的恩典，满满的帮助。互阮伫未来的每一天，阮拢有气力向前来跑走。愿主你亲身看顾，阮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咱伫个过年了，头一届咱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先来献开圣诗543首，圣诗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圣诗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咱做伙来唱第1节甲第2节。我爱我主的关系，爱我主快手机，一无万分到灵敏，常常温柔甘美。我爱我主的关系，伊爱点关锁住，高咱天的撒伊。我爱随你下身，我爱我主的关系，爱我一朵跳动，虽然受了爱宽待，要不好宽待人。我爱我主的关系，爱虽然有风霜。这个真我的父，那力量更好处。这首真好听的诗歌，我想咱嘛真熟。咱续着过来练圣诗288首，288首。阳光，阳光，阳光，288首，它是8分音符为一拍，一小节有6拍，所以我们打3拍子华尔兹的拍子就可以把这个旋律抓准了。它的第一节，它的第一个段落就重复反复2次，第二个段落也重复反复2次。对，来。阳光，阳光，阳光，阳光归基关上帝。阳光，阳光，阳光，阳光归基关上帝。
再一次，搁一届。勇敢，勇敢，勇敢，勇敢归之关上帝。勇敢，勇敢，勇敢，勇敢归之关上帝。地就好变归伊所欢喜，世间前路。地就好变归伊所欢喜，世间前路。所以，咱要来探练第3首诗歌是圣诗433首。一年过了，搁一年。圣诗433首。点猜这首歌，咱有淡薄仔较无熟，咱唱较慢咧，好不好？好，然后咱探练第1节到第2节。来。一年过了，搁一年，上帝恩典满心，大行好喜，伊赐照比我心梦想老变心。第2站，咱的永土美丽多。第3站来，这人过有袂是，思苦我爱着赶紧，求主怜悯，是路真远，对求我有支持。好，请咱大家准备心来敬拜，希望咱对敬拜中得到福气，也得到平安。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息永远伫地，
领着俄罗耶和华。圣诗，圣诗第433首，一年过了，搁一年。一年过了，搁一年。上帝恩典满满是，逐项福气以事交臂。我心感谢来吟诗。请起立来吟全首。一年过了，搁一年。上帝恩典满满是，逐项福气彼此交臂。我心感谢来吟诗。咱的乡土美丽多，四季如春实在好。大家同心，三好三听，虽有风雨免惊吓。做做同胞要袂成，传播好应着赶紧。求主领领，是路拯救，为着我骨肉之亲。请坐。使徒圣经伫周报第7面，咱大家大家来读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以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营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启应文，启应文第62篇，第信息的后壁面。启应文第22篇，62篇。启应文第62篇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信心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家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
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罪拢宣因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父上帝。信息，这是咱三甲来吟信息，信息第288首，信息第288首，荧光，荧光，荧光。因光，因光，因光，因光归至高上帝，地球和平归伊所欢喜，世间尽人。咱起立来吟全首。因光，因光，因光。因光归至高上帝，因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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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至高上帝，地球和平归伊所欢喜，世间尽人。地球和平归伊所欢喜，世间之人。请坐。这是咱备办新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7日的头一日。阮来到你的殿院，三甲主日来敬拜你、朝见你、听透你的道理。感谢你有缘眷顾阮每一个人，伫肺炎疫情紧张的时，赐阮平安，赐阮健康，互阮平安过了一个新年的假期。也感谢你伫假期的中间，互阮有好的天气。甲亲人、好朋友有好的机会相交陪，感谢主，你互阮这所有一切，照顾阮台湾这块土地，也感谢主，你差派科牧师来到阮中间，成做阮的牧师来牧养阮，传达主你的教示甲言语，求你祝福伊，期待伫未来的日子，阮彼此相听，同心来。跑走主你爱阮行的路，伫阮生活的过程中，有侪得罪你的所在，求你用你的话光照阮，互阮明白，互阮了解倒位得罪你。阮愿意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开阮的心，互阮知阮的过失，求你开阮的耳孔，听有你的教示、你的道理，互阮诚侪智慧的人来敬畏你。若是阮的喙，互人绊倒；阮的手嘛无帮助人，求你提醒阮。阮愿意将阮的过失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你互阮的言语，阮手所做的，心所照亮的，拢诚侪每一个人的帮助。主啊，阮看见伫国外缅甸的所在有抗议的事件，有侪人失去自由。甚至有人失去性命，有关系的人控制整个国家。伫美国的所在，寒冷的天气造成失电、无水通用，无法度出门。求你人民因看顾因的需要，互因得到因所欠用的，恢复原本的生活。阮的国家为着肺炎的疫苗有侪无顺利，阮的需要。愿主你看顾，也求主伊伫阮全世界伫病院治疗肺炎的人，重新得到健康。不管是送向的国家，还是富裕的国家，拢会当得到安全有效果肺炎的疫苗，互疫情快快的过去。阮也摆了130周年所有的纪念活动伫你的面前，无论是进行中的影片。抄写圣经的活动，还是计划中所有的事工，愿主
你互阮有合一的心，斗阵来服侍，做一切所有的工。阮逐团契、逐小组所进行的聚会、训练活动，甲特别来的国外节的备办的事工，阮将这一切拢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主你装备阮、使用阮、坚固阮，互阮经历甲主你相同工斗阵来行。最后，阮将阮软弱的肢体、有开刀的、病痛的、袂当行的，甲所有无法度来到阮中间，甲阮相甲聚会的兄弟，求主你一直因保护因，互因重新得到气力，为主你来活。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受事冠平安。阿门。这是咱大家来读圣经，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第4节到14节。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第4节到14节。新约第227面。腓立比书第3章第4节到14节。虽然安尼，我也有通瓦靠肉体，若别人掠做有通瓦靠肉体，我就搁较有。我第8日受割礼，是以色列族的人，便雅悯的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照律法就是法利赛人，照立心就是困局教会，照伫律法的义就是无通嫌。若是白素做我的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粪扫，是爱得到基督，来长长踮伫伊。毋是有家己的义出伫律法的，就是有对信基督的义。上帝为着信所授予的，互我捌伊，甲伊国我的关联，以及有份伊的受苦，来学伊的死。看为着通到伫迄个对死人中的国我，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完全。多多走正前，看为通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多多全部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伫伊头前的事，所插的标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调咱的手。读圣经到这，这是献诗。请圣歌队来献诗。小小
讲道，请由别位传道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效法圣徒，效法基督。各位文山教会的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文山教会兄弟姊妹接来我代表原住民宣告纪念主日来文山教会请安，愿上帝平安，甲大家常常得地。今仔日的题目效法圣徒，效法基督有两个意思，等下讲，大家就知吼。首先呢，伫今仔日要分享的经文内面，咱来看，使徒保罗所面对的是真麻烦的情形。伊当时传福音的旅途伫要停落来，因为伊伫菲律宾安怎，互扣起来关伫监里，而且伊所设立的菲律宾教会的信徒，却听到其他的传道者无共的教示，甲今仔日无共呢。今仔日可能讲，顶礼拜是一个传道书，黄传道书讲；今仔日是杨传道书讲；后礼拜是新学生讲吼。当时伫菲律宾教会所听到的是对同一项代志出现互相冲突的看法。什么代志？根据头前第3章第2节。应当咧讲的代志，就是即马的的菲律宾教会信徒，是毋是爱行割礼，才算做是耶稣基督的军队者呢？即个割礼伫当时的犹太人中间是真重要的一个仪式。源头是来自创世纪第17章，上帝要亚伯拉罕甲伊后代的查甫囝，拢以割礼作为一个律约。顶礼拜黄传道书讲律约吼。割礼是变做一个查甫人，是毋是属以色列人上重要的记号？但是即马毋是啊，即马而且保罗的时阵嘛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啊。伫基督的内面，毋是靠下面即个肉体的皮有挂去无来决定是毋是属基督。保罗对第4章开始强调，一直强调。伊讲伊第8日出世第8日就受割礼属便雅悯之族，就是以色列便雅悯之族倒一个之族呢？是以色列第一个王叫做啥？扫罗的支派，是正港的希伯来人啦。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足正港足顺的啊。这咧讲的是伊先天。一生落来，一出世就有的地位啊！这个物件，伊是咧讲，伊伫会经甲礼仪上，伊拢是上顺的啊。伫后一节，伊继续讲，伫律法面顶来讲，伊属当时一生落来就有吼，即种吼伫社会啊面顶叫做 ascribe status， 一生落来就有啊，吼，一生落来就。面顶3代拢公务员，所以伊就足有钱的，会当出来选市长安尼。哦，过来伊努力得到的，伊讲照律法，伊是法利赛人，照热心伊困着教会，伊方认为是上严格遵趁律法的人，无芳汤咸啊！伫希伯来人中间无芳汤咸啊！这是保罗后来出世以后，靠家己拍拼得到的。今仔日。咱社会面顶讲，这叫做 achieved status， 家己拍拼得到的地位。保罗伫第5章、第6章，甲遮伊一生落来就有的地位，家己拍拼摕到的地位，拢塌起来是为虾米？因为当时的罗马社会足重视遮的名声地位决定你是虾米人，住虾米所在，甲虾米人来往，过虾米生活。你讲即马嘛是啊，即马嘛是啊。你拄则讲的传道，你拄则讲迄个例吼，3代公务员人就会当选市长，我就袂使啊。毋然呢，迄个时阵规个社会重视这个程度，比咱即马重视足济啊。咱内面可能有祖上是咧种地卖地，你即马可能已经做巴度啊。迄个时阵无可能啊。
无可能啊！即个物件伫拉丁文叫 cursus honorum， 地位名声伫当时的社会非常，毋是非常尔，应该讲是上界重要的代志。这可能就是当时伫菲律宾其他的传道教师咧教示的物件。但接续落来第7节，保罗出讲已经改变了。喂，伊讲平素做我利益的代志，即马伊看作损害。而且毋若安尼，已经看万事拢当作损害。即损失、损害，伫遮一个我用黄色的字来标，一个我用红色的来甲标出来。咱先来看即个损害甲损失。遮用红色的字标出来，损害甲损失，吼，伫即个原文内面是共一个字做咩样？即个字真正的意思是啥？伫新约圣经其他的所在，譬如讲《使徒行传》第27章，保罗坐船要去用押去罗马的路途面顶，坐船拄着风影，船长硬要行，保罗就甲苦劝讲：你这船顶吼，要运送的这货、这物啊吼，拢会损失，就是即个字。所以伊是专门强调实际利益的损失哦，真实际利益的损失哦，资源、财宝、甲物啊的损失哦。啊，对应的，伊即马是看啥物做有利益？伊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的，伊爱得到耶稣，即个得到甲头前的即个利益是共一个字 ，cardio 咯。即个字伫圣经内面所指的，嘛是特别是得到金银财宝呢。譬如讲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基督设一个，譬如讲有一个有钱人啊，伊要出门啊，伊有几个奴仆啊，叫一个来摕5000两的，啊摕5000两的银去趁5000两。即个趁即个字，就是即个可呆喏，共一个字，趁着啊。所以伫遮哦，毋管是损失也是利益，拢是讲足实在的物件哦，钱银财宝足实际的物件哦。保罗伫即个短片内面，伊用足直接的讲，伊的损失，伊即马看做损失，伊即马看做利益，是足实际的物件。为什么？因为这对当时菲律宾的遮的信徒一定特别有感觉。咱来讲一个历史，菲律宾安怎建立起来？菲律宾的建立就是耶稣出世前42年，一场罗马帝国形成上重要的大战争伫菲律宾拍。菲律宾大战，这场战争是倒平面顶这位叫做 Octavia， 甲该撒的这个副官叫 Antonius。该撒伫议会内面去互下面这两个人暗杀，一个是伊的好朋友 Brutus 甲参议员 Cassius 做联名，因两个人啊甲该撒。即个任该撒做客币的即个乌大维，甲该撒的副官副将安东尼相战。伫遮相战，结果呢，一开始根据罗马历史的记载，因为这场大战太重要，罗马的历史记了足详细。两边各有10万，所以加起来偌济20万的兵伫遮咧相台。一开始，乌大维去互战了好累累，去互拍败。但是安东尼大胜利，所以后来决战是乌大维甲安东尼这边赢。啊，因就收编 Cassius 甲 Brutus 因的对敌的遮的兵留落来兵，伊就收编落来，各甲足济军人改编伫遮。无要紧，你毋免吼受苦，但是你着住即个所在吼屯田啊，汉文叫屯田，着伫遮种植啊生活安尼吼。所以伫遮着成立一个菲律宾胜利纪念殖民地，
一开始菲律宾的开始是安尼开始，本地即个所在无一个城市，无一个庄头啦。即个庄头的开始，就是烧建了后，建立一个殖民地，叫做菲律宾胜利纪念殖民地。遮的住民享受有的是一切甲罗马的公民相像的权利。但是11冬后，搁烧战啦，乌大维甲换做乌大维甲安东尼咧烧战。伫菲律宾西平面40里的所在，叫做 Actim。即场战争内面，乌大维战赢伊安东尼甲伊的伴，我找无迄个较好的图，但是可能遮较老的认得出来，就 Elizabeth Taylor， 伊演过即个埃及的即个皇后，叫做 Cleopatra 哈。乌大维战赢安东尼甲埃及的联军啦，所以呢，伊个赢，伊即场赢了后，就爬了上悬啦，伊就甲家己任命做皇帝。第一任的皇帝乌大维 Augustus 就是安尼出现的。伊嘛共款相像，伊改变伊甲安东尼的军队甲接收了后，甲改善来改变。嘛共款伫菲律宾城即附近，所以啊，伊做皇帝了后，菲律宾城毋但是足济以前做兵的退伍军人啊，是足济原本咧烧战的时，可能伫战场面顶对面咧烧台兵，即马带边啊，要做伙生活，可能几啊冬前咧烧台，结果即马伫边啊，有啊，老早呢。要来泡茶无？是安尼的关系。而且你真正是对军队着一个对的一个统帅就结束啊嘛？可能你是第一场大战的是对安东尼的，一直战赢，一直战赢。结果第二场的，你的朋友对乌大维，结果战输了后，到落尾手伊做皇帝啊！这个赢甲输中间，这个分别啊。结果呢，是无遐清楚，你到底安怎是赢？上落尾手赢的人，乌大维一开始是战输的呢。即马遮的人拢爱伫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庄头内面生活。所以伫第40甲第60，保罗讲到伊本地会当伫社会内面所享受自出世就有的身份地位，后面佫讲到足实际经济的利益，原因就是伫遮啊，因为伫当时的社会，即个身份地位的关键优势是足现实的，战赢迄面会当叫拜占的迄面做奴隶替伊服务啊，毋那是服务尔，奴隶就是伊的财产呢。所以，即当时即个身份是直接甲现实的经济状况结连做伙。因会当继续伫同一个庄头好好和平的生活，是因为佫较悬的掌权者皇帝讲，遮的代志无重要。恁即马拢是罗马帝国的公民，做伙伫菲律宾生活，是因为安尼啊。所以保罗讲。等讲，伊一大堆，伊会当伫当时的社会享受悬的地位，享受好的名声的缘故，结果伫即个所在，伊煞转变做遮拢有损害啊！遮的物件对伊来讲拢有损害啊！是伊耶稣基督造成伊即个转变，所以耶稣基督你伫后面看，对着耶稣基督所查的标。安尼来跑走，耶稣基督毋那是伊的目标，对着耶稣基督所查标走，毋那是目标，嘛是造成伊会当转变的原因。伊讲对着伊重要只有一项事，就是向基督为伊设定查标直去。为什么？为什么伊讲的这身份地位，我拄则讲，迄对当时的人来讲，拢是照经济的，讲经济的会伤长啦。简单讲，以台湾即马来讲，真简单，叫做大财啦。会当大财优势，结果伊拢放落来，讲有损害。即个有损害到底是啥物意思？即马来讲一个故事。即个故事内面牵涉到一个妈妈甲一个爸爸，但是因是无共款的啦，一个
特别失去囝儿的妈妈，甲一个失去囝儿的爸爸。90几年前的台湾中部有一个女性，伊是塞德克。当时啊，咱内面有原住民吼，若有原住民真歹势。当时伊互归类做青番啦。日本政府归类吼，较归顺的吼，较顺趁政府的吼，啊，较歹的吼，伊归类做青番。伊互强迫有足侪名的啦。伊是好国社头人的查某囝，所以伊第一个名叫做乌滨塔道。乌滨去互日本政府规定啊，爱嫁互同一族的一个模范番啊，叫做哈纳奥卡尼奇罗。这个哈纳奥卡，因为伊是受到日本政府、日本式的教育，日本警察特别甲带来平地来受教育。是一个模范，爱互所有的番仔看，你看，恁嘛会当变做安尼。所以伊有第二个名叫哈纳奥卡哈兹科，就是伫电影内面徐若瑄所演的即个角色。雾社事件发生了后啦，这是真实的即个哈兹科吼，坐的即位。雾社事件发生了后，哈纳奥卡自杀啦。这是伊甲，迄其实毋是因兄哥啦，但是叫伊七路、二七路，迄就是日本人强迫因的名啦。两个即个原住民的警察，因为心内足冲突，所以呢自杀。自杀进前，伫迄个门面顶的，因为日本式的门是用纸糊的吼，用毛笔写伊的语言。乌滨伊的先生自杀，所以伊甲其他乌滨甲其他活落来的西德人，就刷去迄个一个较山骹的部落，即马伫南投叫清流啦。迄个时阵叫川中岛。伫电影内面，即个场面嘛有出来，就是两个日本警察穿族服开始写遗书遗言吼。我后来看，我感觉讲，这实在真厉害呢，写的甲即个原本即张吼，实在是足成的啦。是毋是用电脑的？伊讲毋是，直接用毛笔写的。就吼，迄较信民间宗教讲，有负心啊啥货啊？结果我去问，讲无啊，迄工作人员用鉛笔先描过，伊就照咧描安尼。所以有诶代志莫学袂听。好，乌滨甲伊诶即个其他诶同胞拢刷来即个山骹吼。伊迄时阵已经有心啊，其实迄个时阵啊，迄1月时已经有心啊。因先生自杀，剩伊甲8来诶即个囡仔，伊互日本政府刷来较山骹诶即个清流，咱看了毋是真清楚。马赫普就是即马诶迄个。雾社伫遮吼，马赫普伫遮，即摆雾社伫遮吼，遮是山，去互刷来清流，较我民间即摆民间的所在啦。刷来山骹几啊个月后，日本警察就使人其他的原住民的砖头来报复。这日本警察实在是足歹，因为迄个时阵吼，打咧热啊，日本本土的参议员。咧讲，恁总督好一定安尼吼，因为武甲安尼吼流血，这恁统治的方法就有问题，所以日本警察就毋敢家己搁提枪去堵，因就煽动其他的原住民族来烧台。这伫历史上叫做第2遍的雾社事件。这个事件面顶，有搁较侪的西德的遮的原住民过身去，乌滨活落来。后来，伊8来即个囡仔生落来，叫做阿维达基斯，伊做过战后仁爱乡的乡长吼。但是伊讲生产的时吼，伊流血流伤济啊。古早时生产是足危险的代志，我等下搁讲。古早时生产是足，咱较老年的这兄弟姊妹拢知影。古早时生产足危险的，足危险的。
老岁老足济，伊伫要死啊，而且伊即个囡仔要死啊。结果伊伫川中岛拄着一个日本公医，就是政府的医生救伊的性命，伊足感谢的。这就是迄个医生。即个医生叫做Inoue Inosuke井上伊之助。伊的故事是更较互人感动的。伊是一个宣教师，嘛是医师。伊在生是读神学院的，为什么来到台湾做医生？因为伊的老爸互台湾的原住民杀死。小等咧，今仔日毋是原住民宣教主任吗？哪会为总会请一个大块的来讲这？今仔毋是车站吗？哪会拢咧讲小台的代志？请静心吼，莫紧紧就去找张老豆。静心听我讲完。1906年，伊拢会搁咧读神学院，有一日神学院伫狮子卡办退休会。祈祷，结果呢，阴暗时电报传来，讲你好，你伫花莲呢做樟脑事业的即个老爸，因为入去山里甲遐的都鲁古的太鲁阁族发生纠纷，所以原住民撞落来花莲出草，恁老爸互杀死。伊拢是听到消息，足受气，嘛足艰苦心。伊就抓一定要为因老爸报仇，但是马上退休会当场，老师甲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伊直哭嘛。所有的同学为咧换手为伊祈祷。伊伫这祈祷中，伊常常想到。即遍退休会主题就是听你的对答，而且伊阁想到耶稣基督讲，两只撮鸟啊，减是卖一分银。这马太福音第10章啦。若是恁的爸有无准，一只车也袂加落地。甲保罗讲，无得互歹较赢，就用好较赢歹。伊想到马太福音甲罗马人书这2节经文，伊常常决醒过来。伊认为因老爸死一定有上帝水阁好的意思，所以伊申请来台湾传教。日本政府无准啊，因为日本政府讲，你要传，你嘛传神道教，你要传什么基督？所以好，你无爱互我入去台湾。山地，安尼我就去读医学院。伊是安尼去读医学院啊，所以伊去读医学院，改做医生的方式入来台湾的山里，向原住民传教。一传就是30几冬。伊是日本人，伫当时伊有足侪方式会当报仇对遮个原住民，会当甲原住民对敌。规个山地都伊一个西医啊。伊有偌济方法，甚至伊家己的回忆录内面，我看伊讲伊打甲清流在川中岛部落的时，有一日警察来找伊，先生，即马阁有几啊个，毋是密卡达汉，毋是卫方犯，是反乱犯，是做叛乱的遮的班人，遮的原住民吼。你敢有毒药哈？毋免你出手啦，你药互我帮你处理，保咱日本人平平安安。偌好咧，套毒，毋免伊去杀人啊，伊只要甲毒药交出去，警察帮伊办代志，办了稳妥。结果咱知影伊安怎回答无？伊甲警察应讲：我是一个医师，我无迄种物件。若是病属做我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佫会当思考伫90几冬前的台湾做一个医生，而且是日本人，伊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会当偌悬。我的故乡台中，大家即马出车头就看到一个变做观光景点，叫米亚哈拉公园眼科。武安呢，足水的吼。即个米亚哈拉先生，伊即个医生，伊的诊所就遮水哦。
伊住的厝是后来台中市长当作台中市长的官舍呢。一个眼科医师，日本医师伫台中市，就才有钱。伊喏会，伊会若迄个时阵来台湾，伊行即条路，伊会当我有地位，我有钱，我舒适啊。但是伊走咧偏僻的山地内面传教，毋若安尼，等于愿意将这世间看作有利益的代志藏落来，其实伊是得到偷棒。伊无一直想着做医生一定有诶舒适的生活，嘛无一直想着讲伊会当报仇啊。伊是专心致意投入伊全心全家入去传道。伊喏的反倒是较早上早伫伊的回忆录内面写着，伊是上早看到伫台湾看到原住民甲其他的人，毋是无共的人种，因为以前日本政府拢讲，一直咧宣传讲，即个原住民族甲日本人甲汉人是无共的，伊拢会讲毋是，拢共款是互上帝创造、上帝宝贝的生命。伊是上早甲政府讲，应讲爱废除蛮人犯啊，即个称呼的人。各位兄弟姊妹，这离咱拢无足远的呢。你心内会想讲，咱无像保罗遐尼有学问地位，咱无像伊喏的共款是医师，咱无像啥人共款，咱无像耶稣基督共款，竟然献上家己的性命。但是，咱会当透过效法圣徒，安怎效法基督，来互家己有法度。所以效法圣徒、效法基督的两个意思是：咱毋若是效法这个圣徒所做的，咱嘛效法基督。咱毋若是安尼，安怎样伫咱伫要无气力的时，感觉迄足远的。我听我的厝边拢足困难，莫讲厝边啦，伫厝内另外迄个老的，你着足歹较听的啦。拢看到伊会当嫌的所在嘛。伫迄个时阵无法度的时，咱想看觅。看是这的圣徒是安怎效法基督，咱看圣徒安怎效法基督，咱来甲效法。咱看身躯边奉献的人是安怎奉献，激励咱。咱内面嘛有人，我知影啊，50几岁一个事业稳稳啊、妥妥啊，退休啊，会当翘脚捻喙手伫桃园过好好的生活。结果去读什么新学院，结果佫受派，要做传道书，姓黄啦，坐伫后壁，足简单的例啊，足简单的例啊。咱来想，伫咱身躯边的人是安怎？足侪代志无合理啦，合理的就是翘脚捻喙手退休的生活，合理的是为着老爸报仇嘛。这咱台湾人一定足重视的，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这拢合理。那安尼，伫遮我甲大家讲，上无合理的是尊贵圣洁的上帝囝为你为我死，这就是上无合理的。咱的信仰足无合理的，但是咱是因为基督得到咱，所以咱会当对遮的世间的价值内面得到头棒。当咱开始用天顶的价值来看代志，咱会得到头棒。咱会当效法基督，咱无法度效法基督的时，感觉足困难的时，看圣徒的故事见证，看咱身躯边好的见证，咱就会当向着上帝国的目标直直跑走。咱三脚头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你互阮有份伫你的国度内面，有份伫建立你的国度内面，伫文山教会，伫台北，伫台湾，咱实在正领受足侪的恩典。即马即个恩典，望你的圣神伫阮的心内发动，互阮有气力，时时笑念你的恩典，想着圣徒的见证，
阮就有法度效法你伫十字架顶的牺牲，伫十字架顶的这个疼痛。阮感谢你，愿望你圣神伫阮内面，鼓励阮、激励阮，互阮有气力，互阮会当全心意意、全力做伙来追求属天的国度，实现迄个你所为阮插迄个标，直直跑走去。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信息第57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信息第57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爱学无快受气，伊无怨恨交怜悯，常常温柔谦卑。我爱学主的款式，伊目点悬山顶。甲人提拔三见面，我爱做伊学生，请起你来吟全首。我爱学主的款式，爱学无快受气，伊无怨恨交怜悯，常常温柔谦卑。伊目点悬山顶，甲咱提拔三见面，我爱做伊学生。我爱学主的款式，爱学伊大听痛。虽然受人歹款待，又久无款待人。我爱学主的款式，爱出力行好事，做工尽我的本分，来归荣光予主。我爱学主的款式，爱学高听天白，欢喜顺坦白志，甘愿背十字架，可惜袂学主款式，弟兄拢无照备。阮求主尊我，为正做亲像你。请坐。这是咱备办心来奉献。
请坐。即是来报告。伫报告的头先，请大家掀开周报第2面，咱三个来读经句。咱三个来读经句，来读2解。若是平素做我的日语，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腓立比书3章第7节。若是平素做我的日语，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腓立比书第3章7节。下周圣工的分担，领手是潘美妍丢了，司礼是张义如执事，司琴是潘秀丽姊妹，献诗是圣歌队，司献是戚家文执事甲陈林娇执事，交代戚家文执事甲罗道安兄弟，甲林聪慧姊妹，音控是我本人甲施浩轩兄弟，公告的经理是许一芬同学。后周主日礼拜，主理是徐一芬同学，题目是一心一意意凝视。咱掀开周报第6面，教会小学报告。第2点，原住民事工奉献主理，本主理是原住民事工奉献主理。欢迎研发中心杨必伟传道师来到本教会来进道甲请安，请兄弟继续为着原住民宣教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我代表教会用传道说多谢。第2点，柯信凯牧师夫人。感谢主，柯牧师对本主日开始伫本教会来服侍。咱来介绍柯牧师的家庭的成员，好无？欢迎大家平安，真欢喜甲恁共同来伫教会服侍。愿后摆咱同心为着上帝国的福音，咱伫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位置，咱犹原做伙来努力。上帝国，互上帝福音，伫咱文山这个地区，互更较侪人来听到。介绍我的牧师娘阿玲，大声陈恩，大声国恩，多谢大家。感谢主。第3点。抄写圣经的活动，诗篇本主日台语礼拜了后，要举行抄写圣经的纪念活动，且有报名的兄弟到教会的中庭来报道。10点半登记来领取原子笔、抄写的经文甲纸。家庭中若是有几个人要参与抄写，原则上参与抄写的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取原子笔。10点40，柯牧师主理了后。伫教会旧堂甲中庭有备办抄写的所在，还阁有名额，请兄弟斗阵来参加这个活动。第4点，开会通知，本主日礼拜了后，下晡1点，伫会议室要召开牧师就任甲130周年纪念感恩礼拜调备的会议，请服侍同工劳部来参与。第5点，团契财务教育训练，阮本主日团契财务教育训练，因伫后主日礼拜了后11点伫会议室举行，请达团契财务的同工到时阵劳部来参与。第6点，主日学倒球班甲手作班的报名，主日学倒球班甲手作班开始的报名，要伫3月7号来开始上课。后面教会集体交通甲代祷的事项，请大家家己来看。第3点，本会张浩东兄弟要伫2月23要入5，请为着伊的生活一切平安来甲代祷。
后面武汉肺炎疫情要注意的事项，请大家家己来看。来介绍新的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有一位姊妹来到咱的中间，是科牧师娘介绍的是陈雅芬姊妹。她这伊是伫淡江高中当老师，伊是那个承恩的对高中老师这样子。伊平常是伫咧新店的行道会主会，欢迎伊来甲咱三个主会。欢迎。咱三个来吟信息391首，新信息391首，俄罗天顶主宰。临时线请科牧师来为咱祝祷。俄罗天顶主宰，创造天地个海，保护万民。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活中，咱来效法圣道，效法基督。愿天父上帝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疼痛，信心的安慰甲扶持，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